而家假設你同港督一齊流浪到一個冇人到嘅荒島，只有半支水、一罐罐頭、一把刀、一支槍、一打避孕袋，俾你4日嘅時間。我會翻嚟睇下你嘅生死。4日後你點啊？樽水呢，我就飲5分1，5分4呢就俾港督。咁你話會死？唔會，我會自己飲翻自己嘅尿。六哥，你點利用樽水啊？得半樽水點都唔夠用噶啦，所以樽水淨係我飲，然後等港督飲我啲尿。我運動量較大，若果我有事，港督就死緊。港督飲晒啲水，我就冇力。一人分一半，2個人都冇力。我飲晒啲水，咁我就好有力，所以我就會揀我飲晒啲水，然後好有力咁出去揾嘢食。耐唔耐翻嚟，我督俾港督飲，然後佢又飲翻自己嗰啲，咁啊最經濟啦 Sir。咁你食物呢？我會用刀開罐頭鯪魚，然後我又食晒佢。點解啊？因為港督食唔慣生冷嘢，為咗要俾啲暖嘢，港督暖下個胃呢，我會扣喉嘔翻部分鯪魚出嚟。呢個就係人體微波爐嘅理論啦。咁你避孕袋點用啊？萬一有土人上咗島上邊，見到港督色心起，若果佢係女嘅，我就會將個避孕袋交俾港督；若果佢係男嘅，我會立即自盡。但係臨死之前，我會教個土人點樣用避孕袋嘅，唔好俾港督惹上艾滋病。港督只要1日未死，1日佢都有機會走上。六哥，你個方法卑鄙下流無恥，仲禽獸過禽獸。不過港督安全嘅機會咧係較高，你得分最高。說過愛要瀟灑。